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年的蒙井雨季头一波方面到位。水利署预估，这波方面的雨主要会落伫咧中部的水库，若对南部的水库来讲，帮助相对是较有限。这波方面虽然会当小可消透水库欠水的情形，不过水要较有够用，恐惊是爱搁等。梅雨季第一道方面开始影响台湾，气象局今仔日针对中华以北一个高屏台东的山区发大雨特报。水利署统计自初六到初七晚暗5点，从降雨效益1064万吨的水量，对于农业灌溉需求的中部地区来讲，是正及时的帮助。像现在就是目前中部地区整个雨势上是比较偏大的状况哦。然后南部地区的话，可能就是要到下半天之后，甚至到明天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那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对水库是有些进账的一个情形。中部的六合潭水库、德基水库、李鱼潭水库水拢有入效。水利署也把握机会，伫昨进行无人机监护作业，并且下药剂，向天公伯加讨一寡雨。后续我们将依气象局的相关预报，来滚动检讨施作人工增雨作业，来为水库增加多一点的一个降雨量。今仔日透早5点，1点钟内累积雨量的前3名拢伫咧台中市。雨一阵一阵落伫咧集水区，水库的水位有小可上升，不过对欠水的南部来讲无啥够，爱搁加落一寡。南部这个地方在过去的就是这几个月春雨这段时间的话，其实雨量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情况。那即使这一波有机会带来可能几十毫米的这个降雨量但是还是不太足够就是整个降雨的情况看起来还是差非常的远。吴新武讲，因为这波也是算是移动性的方面，不是典型的梅雨方面。虽然有小可增加水库的水位，但不必完全解除扩化，可能也该等一阵嘛。记者综合报道。商务航空有一架为台北飞去东京的飞轮机抓，因为放收头无在调降落，连带去牵着后壁2班飞轮机的时间，3班的旅客都爱伫咧机场过暝。董事长张国伟昨昏透早是赶去成田机场，甲这个旅客会室咧，嘛宣布机票的钱会全部退回。昨昏下晡受到影响的182个旅客已经是平安返来到咱台湾。那边航局嘛有要求商务航空今仔日爱去做说明，若是有违法，就会来做处分。大家说大包小包行李经过真长的等待和安排，调伫日本的商务航空乘客有182人，已经伫初七下晡返来台湾。今天知道12点不能飞的话，其实可以先让我们下飞机稍作休息，因为大家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坐了好几个小时，其实蛮不舒服的。我觉得就将心比心啊，当然会有些人比较生气。商务航空班机连续伫日本发生状况，董事长张国伟早起出现在日本成田机场，几摆向旅客来下失礼，宣布来回机票专家来退回，并且亲身驾飞轮机开登来台湾。说的这块呢，说真的，要是我也很生气的，将心比心我就尽量这样子，真的再跟各位说抱歉。就伫初六中昼，原定要伫东京成田机场降落商务 JX88 班机，拄到风势无稳定，连续3摆降落失败。下午7点钟，后壁本来想要合并班次，结果因为 JX803 警示灯显示无正常，302人掉伫成田机场，机场4个拢是困地啊。公司在带风向了啦，说什么新闻已经写说是怪风啊，怪风造成的。除了人客起甲一直骂，外界质疑这摆商务的危机处理甲技术员超时工作问题。尽管已经对台湾调2名技师飞往东京，要负责来飞 JX803，不过因为成田机场有宵禁的规定，半暝12点到透早6点禁止起降。他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啦，所以后来就是他们决定说，只延到12点，就不延，再多延那个半个小时啊。本来说 OK，后来又不 OK。
那依照劳基法，它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应该超过12小时。民航法规范空服员跟机师他们的飞航执行时间都不能超过14小时。机师他那个按照目前的讯息都有提到说，他是机制满14确定不能飞的。对着这事件，民航局又讲会随请商务航空来说明，包含飞行作业过程、机长的处理是不是适合。另外，航班的取消、合并班次，对着消费者权益的处理所引发的相关状况，也要求商务航空随来检讨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锋面通过，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会较凉冷，嘛较会上大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锋面通过，各地头同款是会落雨，而且较会熊熊落大雨。伫中华以北、高雄、屏东、台东，有12个县市是拢发布大雨的特报，嘛可能会单雷公风嘛真透。也若温度的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天气较凉冷，早起的温度上低是伫咧家人的7度，敢若16.2度。今仔日台湾北部的温度上悬敢若24度，南部是30度。也若下晡水气较减少，雨嘛较细。明仔载拜二到拜三的透早，剩东部甲南部的山区会落沙沙仔雨。拜三日时啊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温度嘛小可回升。伫南投的丹台林道，测试发生崩山，消防员甲3团的登山队，差不多要60个人是撩起甲因救出来。还有伫屏东雾台乡的飞龙水墙，昨日有游客无细致跋落水。救援人员是冒险爬起山壁，看守啊咧救人。加在救到了后，送去病院是平安无代志。不要紧张哦，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哦，嘿。水真错流，深度到大腿所在，伫消防人员引导下，才来爬山的旅客真小心，偷偷撩水行上岸。南投丹台林道落雨落放弃，测试早起9点外有登山客掉伫遐，无度过报案。最后家己脱离，不过后续佫传出有人掉伫遐，消防局派人救援，成功引导3团登山队将近60人顺利来渡河。丹大林道5.5K 处，因大雨造成道路坍方，造成呢车辆无法通行。在下午呢，陆续接触3团民众，以人力接驳的方式呢，顺利将3团的登山民众呢，接引渡河。消防局讲，南投昨暗半暝开始落雨，也造成丹台林道5.5公里的所在，风力继续扩大，路也变甲真歹行。另外，屏东雾台乡飞龙瀑布看起来真危险。暗时，救援人员使我救条例要释滑，爬到瀑布顶面，边仔有真错流的水一直下落来，每一步拢也真细腻。车头发生游客沿开行落水意外，救援过程是真惊险。因患者位在高处中段的腹部，需要绳索上灯。伤者男性43岁，头部、胸部疼痛，嘴角流血，意识清楚。消防队接报了后，透暝上山来救援，用炭架甲患者固定，用锁啊白红甲患者救下落山。加在送医了后，人无要紧。屏东县雾台乡有3个画室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必须申请由当地族人山领才有法度入去。这团体入去是毋是有申请？关府交流处讲，会根据实际地点来调查。若无申请，用以违反法定观光条例，上计用裁罚3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昨晡中昼伫高雄博爱路甲左营甲甲迄卡道，命3层楼悬的应该是熊熊放起，拄好去缀到下底4台车，加在是无人受伤。干务局判断，这可能是施工的价啊无达好势。目前，业者也阁有施工单位罚9万，而且下令停工。3层楼悬的厝架熊熊倒落去，也好监视器录到，对着停伫路边的4台车，好加在无对着人。吓死了！还好我的车没事情。看到就安尼啊，就歹运啦，要安怎？但是发生伫中亚区堡的3路架，中德路交界，厝架倒去面积伤过大，警方由封锁线禁止人车通行，佮通知业者来处理。因叫倒塌不明原因倒塌，占用了整个崇德路段，因此我们封了博爱路到文强路这一段的崇德路。吊车将歪去的架拆掉高雄气象站，测到迄时阵中亚区瞬间风力6到7级，比美乐区8级阵风较细，是毋是强风造成？要来调查。毋过市府路检人员初步勘查了后，真零件无经受工程时阵，架无甲结构体连接好，才会倒去有人为疏失。
未有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跟设施，公务局将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及同法89条勒令停工。政府认为工地无维护安全甲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依违反建筑法规定命令停工，各罚业者先做钱9万块，后续爱送施工改善计划审核通过才复工，也要求业者负起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继续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联合报，内政部2020年时阵宣布，2021年7月份要全面换所有的身份证。不过因为资案有真大争议，即马正式取消。常常要求政府都要赔偿5亿2600万，加上要机器等等的费用，协调若是破局，拢总爱超过10亿的费用，都爱由百姓税金去纳。咱来看自由时报，为明年开始，义务役做兵恢复做1年。不过，国军未来组成的部队主要也是由志愿役的军人来负责。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去年有4000多个志愿的士兵提早退伍，创下这几年的新高。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为了强化后备战略，国军今仔日头一届办理女性后备教调，头一梯14个女性受到教调的人员，中岛进前爱去桃园8地报道训练5天，所有的科目拢甲查甫的教调同款。包括战斗、甲射击训练等等。今年第2甲第3季的女性受教调的人数按算会超过200个人。国防部公布昨飞中国军机过来9只，军舰来5只，然后咱国军拢有伫监控甲应对。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昨飞嘛表示，台海若是正经发生冲突，开放基地予美军来使用，绝对会有真大帮助。台海议题大家拢真关心，尤其这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华府，伫增强美菲同盟计划，声明中也讲到台海安全。小马可仕伫咧接受访问时阵也讲，最近菲律宾批准开放国家级军事基地予美军使用，若是台海发生冲突，就当用会到。And that is whilst the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eem to b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n the safety of our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 becomes of primordial importance. And so that these EDCA sites will also prove to be useful for us. 因为中国对美菲加强服务合作的代志一直有疑虑，小马可仕强调 ，EDC 的协议下共同使用基地是袂用来攻击任何人家、任何国家，也毋是针对任何国家。美国也无要求菲律宾出兵协防台湾。No, the U.S. has not proposed any kind of action for the Philippines in terms of taking part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It's of a defensive nature. 国防部随即公布，总共侦测强击9台次，强舰5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正罕见的无侦测上龙无人机正伫咱西南空域，空军运用任务基舰加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甲应对。伊拉中共第1代国产的航空母舰山东号，伫咧结束远洋战备训练，登记3海母港。路透社分析讲，山东号目前是一个宣传的工具，是毋是会让真正发挥作用，抑阁正受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土耳其发生重大连环车祸，有一架失去控制的客车是撞对对向的车道，撞到11架车，造成12个人死亡，31个人受伤。另外，伫秘鲁的南部有一个乌金马的矿场，因为崩坑的电线压发生火灾，造成27个人死亡。伫咧土耳其南部哈泰省这条高速公路发生连环车祸，现场看到大火乌烟，造成重大的死伤。一台大卡车失去控制，冲到对向车道，弄到9台车、2台巴士。Burada asker uğurlaması yapan hemşerilerimizin arasına dalıyor. Tabii şu an sizin de gördüğünüz gibi kurtarma çalışmaları devam ediyor. Rabbim güç kuvvet versin inşallah. 车祸迄当阵有真侪台车停伫一个加油站边啊，足侪亲友正伫咧翻送要去做兵的人，有22台救护车加3医疗团队到现场抢救。哈泰省是2月初6大地震，土耳其11个省份内面灾情上严重的一个，迄边地震造成50783人死亡。
地方媒体报道，这台失去控制大卡车，迄当阵是在对地动现场请出来涂角，开启的高速公路，车祸引发大火，有真侪人是活活被烧死。另外，伫秘鲁南部偏远的地区，一座金矿因为矿场内面一个崩坑的电线烧破电，引起大火，造成人员死亡。罹难者是伫咧地下100公尺的所在。地方媒体报道，这件火灾发生之前，这个矿场有发生一件爆炸，互矿场内面的插件导火烧起来。秘鲁是世界第2大的锰铜锌的生产国，这间矿业公司是合法的。罹难者的家属拢赶到现场等消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继续来关心美国最近是真无平静。伫密西西比州的一间餐厅，采购暗时传出枪声，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另外，初六伫德州的一间卖场，有歹徒甲来设假的人阵开枪，造成上无8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因为这个嫌犯当场是已经互警方断死啊。在咧枪声响起，民众惊吓逃走，也毋过枪声犹原无停。美国德州达拉斯当地初六一间名牌折扣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为现场一台要离开汽车的监视器内底，一旦看到相关记录车，就向打咧设计民众开枪，互真侪人惊吓逃走。We see the guy. There's this guy dressed in all black, wearing a vest, has an assault rifle, and he's just shooting at people right across. So we got everyone in the store into the back of the store and just camped out there for the time being. Just got out like 30 minutes ago. 因为世界人真济，商场内底消费者甲员工听到枪声时阵，紧急入比商场的仓储区避难，一直到警方接到消息到现场，甲嫌官展开枪战，当场大肆抢抢了后，避难民众则伫警方协助之下疏散。Found 7 deceased individuals on scene. We transported 9 individuals to the hospital to area trauma facilities. Of those that we transported, 2 have since died. 3 are in critical surgery, and 4 are stable. 刚刚发生枪案，个密西西比州海泉市一间餐厅，当地采购参加办活动的时阵，嫌官向客情走入去，向餐厅内底差不多200人开枪，造成一名19岁的青少年死亡，真侪人着枪。嫌官犯案了后，就走离现场，下落不明。李相关是互紧急送去病院治疗。根据统计，美国因为枪击泛滥，为2023年年初到暂时为止，已经发生198件，无包括枪手，至少有4个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案。这嘛是2016年同期以来枪击暴力案件上侪一届。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英。苏丹发生内战较大，有协议要停战，不过双方拢无照片照行。这么传出托尼基驻苏丹大使的车去互枪弹着。托尼基当地初六宣布要甲大使馆暂时为克托木迁徙去苏丹港。车门面顶会当看到一个搁一个枪击坑，看起来真惊人。非洲国家苏丹一直内战，虽然战争毋若一届协议停战，也毋过双方拢无遵守，连托尼基驻苏丹大使车嘛受到枪击。Büyükelçimiz İsmail Çobanoğlu hem orduyla hem de hızlı destek kuvvetleriyle öncesinde görüştüler. Hatta oraya gidinceye kadar yardım da ettiler fakat sokağa girince ateş açılmış. Burada tabii bizim özel kuvvetlerimiz de var. 国际社会一直呼吁苏丹停止冲突，托尼基马努力甲双边会谈，想要做公清。这个枪击虽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毋过考虑到大使甲外交人员的安全，托尼基伫初六宣布临时甲克图姆大使馆刷去别位。Ordunun geçiş hükümetinin de tavsiyesiyle büyükelçiliğimizi geçici olarak Port Sudan'a taşıma kararı aldık. 伫咧讲一讲，甲苏丹交战的双方，苏丹武装部队甲 RSF 快速支援部队，嘛伫沙特阿拉伯城市直达展开会谈。双方拢表示会派代表团出席，也毋过嘛声明只会讨论人道休战协议，未讲到任何停战的谈判。联合国难民署除了呼吁各国继续开放边境，互难民避难，莫甲难民遣送转去。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嘛表示，若是无停战，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预估，未来3个月到6个月。全球严重的粮食不安人口总数会达到1900万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咱来看2024年巴黎奥运的开幕式，法国按算要刷去塞纳河边，不过这水质一向是拢真歹，而且政府嘛不准这人民伫遮受水。为了奥运会当顺利来进行，法国政府今嘛按算要开15亿的美金，差不多是548亿的台票，要来好好啊改造这条河。
巴黎奥运2024年7月26日进行，法国打算要改变开幕典礼一向拢伫咧电竞场举办的传统，邀请各国的运动员甲代表团齐全出场，沿着塞纳河欣赏巴黎风景。不过问题是，虽然塞纳河总是予人浪漫美好的感受，不过实际上8年来，零星甲工业废水拢总向内面倒，所以塞纳河早就无适合游泳。即嘛，这条土青色的河，因为巴黎要办奥运，得到净化加改造的机会。A lot of cities are watching Paris right now because the Olympics are happening in Paris. So being able to swim here, I think, will make a lot of other cities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 in projects to be able to clean up their own rivers. 这是1935年5月初5，伫塞纳河办游泳比赛进行。伫过去几10年来，历任的市长拢有整治塞纳河的计划，不过要让人放心游泳，目前还阁做未到。伫2024年巴黎奥运，才会办马拉松游泳加铁人3项的比赛。为了要办奥运，巴黎市政府准备了几多年，按算要开15亿美金，换算代票是548亿来整治塞纳河。We will have marathon swimming and triathlon, so for the Olympics and the Paralympics games, so in the Seine. And it's great because, as you said, it's been a project for decades, and that's for me a fantastic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games. Thanks to the games, we are the pos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akeholders will accelerate the work to make sure that by 2024, it will be possible and feasible to swim in the River Seine. 根据调查，有70%的当地人对塞纳河的感受是垃圾、污染、臭。不过巴黎副市长讲，即马正伫咧建立储存设施，避免下水道的废水加河水难做伙，去污染到塞纳河。伫奥运结束了后，这条河按算伫2025年热天重新对所有人开放。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已经邀请尹锡悦来参加这个月伫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而且会举行美国、日本甲韩国3方的会谈。有外国媒体分析，日本甲韩国会加强合作，来应对北韩的威胁甲中国的竞争。咱来看，根据《华尔街日报》初7的报道，美国甲欧洲的官员相信讲，乌克兰若是会当伫咧春季反攻，对罗西亚手头甲南部重要的领土搁夺倒转来，北京甲中国会当促成谈判。再来，咱来看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初时是落大水雨，造成做大水甲水崩山。当地一个官员表示，目前是已经找到要400具遗体啊。今嘛母亲节就要到啊，总统大选嘛结合妇女的议题，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昨昏用戏剧的台词，宣示要解决新世代面对的各种问题。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伫高雄的凤山举行造势晚会，希望会当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伫母亲节进前，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党部办的园游会活动，强调民进党未来除了会继续落实性别平等，关心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也宣示要解决三明治新世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就是说，孩子的成长，家庭里面的琐碎的事情，也许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不过也是台湾未来的事情。这一段话可以说穿了一个家庭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赖清德伫咧抢妇女加青年的选票，不过国民党是连选也未出。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4面协调党内立委初选，和民进党讲是新一代俏王，北互人叫做俏王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真欢喜有人传承这个方法，强调国民党提名拢有信心。这个尊称也奉献给我们侯市长，很好嘛。是帮忙国民党来整合嘛？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崔志暗伫咧高雄凤山办第一场造势活动，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1万人。咱这样的人，万受过真战争的威胁，咱大家共同几十年、几十档的打拼，终于为台湾
争取到目前的和平。咱知影和平有活动业务。规内面自头到尾拢讲台语，想要复制韩流的模式，用台湾阿明创造一个流行，争取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社会事，咱来看台北市大同分局的警察，昨晡透早驶警察车去 KTV 做临检，人落车，车锁无锁。附近的一个少年家看到车顶无人，竟然怎坐起哩？翕影片传去网络顶咧顶。目前警方是已经查到伊的身份，嘛有通知伊爱到案来说明。对于同仁出师未锁车门的情形，我们将依规定议处，并加强同仁教育。对于该民众擅自开启警车进入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我们已掌握该行踪，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通知送办。这两个警察落车了后有被锁匙，不过煞是无锁门。另外一个少年人就家己车门开咧，就坐起哩。翕影片也遐咧等。经过警方事后清查，车底的物件是无碰见。不过目前是已经有通知这个查甫人爱到案说明，嘛要来调查这两个警察敢是有失角擦。在中华丰原的汉堡村，最近有一间扒荒已经真侪年的饲鸡场，经过申请要恢复饲鸡，按算到时要饲79000肉鸡。而且边仔都是人家厝，村民是做伙出来反对。不过，县府农业处讲，业者的申请一切拢有合法，而且业者甲地方来沟通。出门前四家拢挂抗议的布条，住伫彰化县丰原汉堡村的老先生实在无法接受，隔壁就要变做肉鸡场。起伫隔壁，阮住伫遮生来太近的啊，迄鸡吼一定拢会放屎，一定有臭味的啦。啊，所以嘛影响到住伫海尾的遮个人汉堡人安尼啊，所以大家拢足反对的。徛过隔壁空地啊，就用时间为天为条咧。当地民众讲，10多年前遮北市饲鸡场饲过3万只鸡，因为真臭，一直互村民抗议，最后才结束营业。无想这轮土地卖人了后，就毋若要搁饲，而且申请要饲79000只。这些旧厂在还没有完全改善完成之后，为什么新的又要进来，或是富养的为什么要进来？这个环境跟这个空污的部分周而复始一样的一直在发生。汉堡村人口3800人，172000平方公尺土地，今年51间畜牧场，猪、羊、牛、鸡、鸭拢有业者伫饲。村长讲，干那饲的鸡至少就22万只。村民长期受到这臭味的困扰，要求县府停止核发畜牧证。不过农业处讲，牧场业者有登记证，申请的停书一切合法。它是原本就有牧场登记了，它的那个改建的那个容许已经核过了，它的程序都是合法，所以变成说就是业者要跟地方多沟通。业者在5举办说明会，不过因为民众抗议离散会，县府立场是较中立，而且业者邀请甲地方继续来协商参详。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去年有3000外个人因为车祸死亡，这个数字是从2013年以来上侪。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咱国真侪劳工拢是骑奥多摆伫上下班的，车路无平，还佫有设计歹，拢是造成伤亡一直降袂落来原因。拢级别力量正大，规拢全淹。昨日透早，台北市万丰交流道发生严重的车祸，其中就以驾驶送去了后死亡。像这种遗憾的代志定定发生。根据统计，国内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去年有3085人，创2013年统计以来新高。今年又有增加的情形，敢若是今年1月加甲去年同期比，车祸案件加死亡的人数拢差不多增加10%。前交通部长霍丹丹分析，车祸的原因真多，不过伫这几年外送员变多，可能是数字增加的原因之一。机车外送员，我们可以想象说，当大家需求这么高，有那么多的人在跑这个业务，他们在尖峰小时里面，在街头里面比较用速度来争取他的这个服务机会，应该会变成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因。霍丹丹进一步讲，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加，并无资料会让明确地讲是甚么原因。不过，这几年外送员人数增加，确实是需要关心的代志。也建议把治安型的摄影机放伫咧重点地区使用，加强执法，保护公共安全。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指出，道路环境歹、交通环境混乱，对事故的增加并无意外。
包括行政文化无建立，亲像伫洗碗时阵，方向灯才会倒几遍才会当洗碗。这个代志，一个考驾照时阵无算分，也无人会提醒。我们也知道转弯要打3黄灯，但是什么时候打，要打几下？台湾的驾照没有鉴别度，就是它也没有在取照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个规范。台湾开车过马路出去，就只有充满着你来猜我会怎么做，你猜他会怎么做。但洪业讲，重点应该放伫咧设计更加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应该自交通建设做同伴的改善规划，并且搭配执法加教育。台湾是道路公约的会员国，无论是道路的规范或者是管理模式，拢该依照国际规定，才会当改善目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问题是真严重，为着要阻挡为外国卡入来诈骗电话 ，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5月初3新的系统上线的头一天，就阻挡超过10万通的诈骗电话。NCC 嘛，保证，讲民众一般正常咧敲电话是绝对袂受到影响。我真的自己过啊！问车手爱交代是啥物人爱出面来提钱，因为有民众误信网络群组当中的投资股票信息，陆续回500多万，才发现互人骗去。警方抓到来提钱的集团成员，佮继续追查集团主嫌的身份。警方呼吁民众勿信网络上的投资、假投资的不明讯息，以免自己的自身财物遭受损失。台湾的各种诈骗犯罪严重，警方各找艺人大力宣传防诈重要性。尤其诈骗电话泛滥之下，行政议会进行通过新的打击诈骗策略，由 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计划打查假冒的诈骗电话。NCC 强调，新技术初3上线了后，第一天就拿查超过10万通的电话，了后2天数量是一直增加。以前由165提供白名单。我们设在国际交换机的资料库里面来拦阻。现在我们新的做法是直接在国际交换机的集情资料里面设定来拦阻。NCC 强调，正常内部需求绝对袂拿查，未来会规划具体的警示，警话内电接通进前会以警语提醒注意诈骗，才能通话。防堵上面来讲，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只是说，这个它会在前面让你多听一些时间的警语啦。实务上面来讲，如果说有一些紧急电话要再多等这一下，这个其实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及时性。另外，为阻止诈骗简讯 ，NCC 甲数位部规划建立公益简讯的专用代表门户，提供政府部门发送简讯，甲时阵民众看号码就应了解简讯是不是应相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带大家做伙来看，伫台南客家的中社送工灯，逐年拢会伫咧国家重要的民俗祭典来出灯。因为地方的人口流失，中社送工馆今年嘛拍破传统，招女性做伙来参加，同款是真有气势。上界重要的是会当传承这项有100年历史的送工灯。一个爬链岛，搁来一个挺腿，动作溜俩有气势。这是台南市客家区已经有上100年历史的中社送工灯。即马嘛有老中青3代成员来咧传承送工灯，甚至嘛有6位女性拍破传统来参加。虽然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说那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先来。可是因为去年时间很短，所以学到的东西，因为我完全没有底，所以学到的东西就是只是打出个样子。然后就今年想说，那就再来，就是把它就是学得更好。刚好今年回学甲，我之前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我比较少参与这一块，总是要参与了才会去了解。英国中社送工灯敢若互宗亲参加，佮再加上对女性的传统禁忌，所以无可能互查某囡仔加入。但也因为人口流失，为着无爱互文化失传去，在地无佮限制参赛对象，鼓励大人囡仔拢来练上工，而且即摆佫有台东的囡仔专工走来台南客家遮同齐操练。台东北南那边出生，知道学甲这边有一阵，因为是这边中社宋江馆的师傅过去教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来这边交流。最后这2年有开放运动了嘛，所以我就会来这边交流。台南客家上白搭一组祭典，去年正式获文化部列作国家重要民俗，其中出名的就是牙工灯、艺果，也有送工灯。
新员拢拍拼咧练习，就是希望伫今年的奖杯打展出上有气势、上界精彩的舞阵表演。记者综合报道。在英国还未发明奶酪这种人造纤维进程，咱是一直拢用轻膜抽丝加工来做锁啊、希望啊，还有篷布等等。轻膜的工业伫咧恒春发展是已经有50年啊，有袂少家庭拢是靠这伫转食的。轻管处即马甲日本时代保存落来的工厂，规划做轻膜工业历史展示区，希望游客来遮佚佗的时阵，会当来了解恒春丰富的人文历史。黄麻跟琼麻比较起来，琼麻的纤维是比较粗的。昆管处导览人员当地讲，黄麻甲轻麻无共的所在。台湾伫西元1901年时，对中美洲引进轻麻，了后的50年，轻麻工业成做恒春半岛的主要产业。这些家庭拢是靠轻麻转食。昆管处为着要保留这段历史，规划出轻麻工业处展示区。这种琼麻产业的产线工厂哦，然后包括这些厂房啊、屋舍的修缮哦。然后加强里面的展示设施，那希望提供游客有一个机会能够来了解特产作物琼麻曾经在恒春半岛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伫咧还未发明奶酪这种人造纤维进前，但一直拢是用轻麻抽树丝来做希望啊、篷布等等这物件。轻麻工业英国是台湾正重要的出口产业。昆管处用日本时代留落来工厂甲房舍来展示迄当时的机器甲历史资料。琼麻工业历史展示区算是我们国家公园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可以到我们的垦丁国家公园的网页上面去预约。解说的服务。昆管处三甲恒春半岛的社区规划侪游艇，希望会当互来垦丁佚佗的游客，除了山水以外，也通体验恒春半岛丰富的人文产业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东石国小的师生，去年捌参加咱公司举办的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因的一出合作海口囡仔伫东石的影片，伫国际影展有得奖。伊是感觉真欢喜，毋过嘛烦恼讲，若是要出国，这经费要为倒来咧？加在即马有地方的人士甲好友募款，因总算会当完成因的梦想，出国去参加颁奖典礼来开一个眼界。专心伫电脑头前来做影片的真正工课，东石国小这4个囡仔，去年为着参加台湾国际儿童影展，有迄一出海口囡仔伫东石的影片。5月14号，因就准备要出发去意大利参加影展的颁奖典礼。这是阿嬷破蚵的学了啊！每一天天还袂光，阿嬷就出来破蚵趁钱。伊有超过60档的破蚵经验。老师讲，这出影片是公司小导演大梦想工作坊的团队来指导的。学生伫过程当中，除了展现因的创意，嘛学到真侪物件。学到要安怎翕影片的一寡知识。我感觉上辛苦的都是剪辑。因为我迄时阵会用到真晚，所以我感觉最辛苦的。跟孩子们讨论一下他们想拍的内容，然后尽量是以生活为取材。他们有时候自己去发挥，自己从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拍出来的画面有时候会比我们更好。所以在这中间，我其实没有干涉太多。这出海口囡仔伫东石，真正阁有摕到真侪国外影展的入围，但是疫情的关系，一直无法度互囡仔出国参加。即摆疫情解封，阁受到意大利影展的邀请，为着要互囡仔会当完成梦想，学校向地方甲校友来募款，连面就达成目标。感谢咱真侪乡亲大家慷慨解囊赞助咱小朋友去影展的这个旅费。咱嘛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来拓展咱囡仔的国际视野。会用出国的机会足侪，而且真啊，搁也细汉，凡是大汉代志足侪，搁无法度出国去算。校长讲，囡仔透过翕影片来讲生活的故事，培养家己的思考甲眼光，这是学习当中上珍贵的过程。就有学生讲，国小毕业了后，嘛想要继续翕，希望会当透过镜头来记录成长的土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咱台湾北部甲东北部的飞机当伫西滩，新北市的海洋资源服用园区，近年来针对伙伴飞机来做服务，目前已经捞放5万外只，还佫有几万粒的卵，效果是袂歹。
园区为着要让大家了解防疫的重要性，嘛开放大家来参观伙伴飞机拍证甲洗卵的过程，带大家做伙来了解。画面这身躯像好同款纹路的叫伙伴飞机，是台湾东北角的一种特色物种。看因伫底下来温温啊想，真心色。这个时阵嘛是因探证的时间，会使看到公的飞机，甲母的对调调的趣味情形。较大只的，伊已经有这个交配权哦，有已经配对成功的，伊的1天24小时拢对调调。啊，有时阵诶母的一两颗产卵，啊，所以因有时阵一天哦会交配几6届。教授表示，饲的飞机会比野生的有较长的生卵期，通常对3个月到6个月，伊嘛会将收集来的卵刷到培育池。新北市政府自这档过程开始，甲海洋大学团队伫新北海洋资源保育园区保育伙伴飞机。团队会看逐档渔民的猎捕情形来放饲，逐档大约甲5000至1万的飞机仔也是能来放去大海，维持一定的量，保护生态平衡。海洋大学这边有调查讲吼，大概这个数量范围吼，对生态吼，就是水产资源有增加，然后较袂影响到咱这个海洋内底生态的平衡。在地渔民嘛有表示讲吼，每年捕到猎到的飞机的数量吼有增加的状况。它通常大概1个月左右就会孵出来。新北市海洋资源保育园区表示，保育的目的是要永续发展。园区嘛开放大人囡仔来遮观察，像即马来遮通看到伙伴飞机交配生卵，其他的季节嘛当看到高空旋鸥咧探证，近距离就通观察海洋生物的奇妙。记者陈文曾准由新北市采访报道。伫台南仁德的成功里有一个218营公园，沿过日本时代是做军事用途的。最近经过在地里长的争取，才甲遮改造是公园，希望民众会当有一个散步甲行大的所在。社区内底有民众带囡仔来公园佚佗，也有树屋互民众体验。公园内底也有一只里长认养的大黄牛咧散步，叫做13爷。其实过去这所在上早以前是日军的军事设施，不过拍远了后，加做一片草坡，后来透过各方的努力，保留原来日据时代遗址大树，为国有财产署手头认养，就设伫218营公园。废弃的建材，一部分佮加一部分歹去甲废掉，佮再加新的建材佮加入去，啊，这所有的物件就是佮营造起来，希望讲大家伫日当时啊。会当来家活动，它废弃的资源啊，各方面，然后把这边塑造成一个，其实附近里民都可以来休闲的一个地方。啊，就囡仔爱耍啊，感觉咧趣味啊，遮爱用了安尼袂歹啊。另外，里内大宝贝13爷是迄时阵里长为屠宰场手头抢救落来，也顺势刷到218营公园。平常时伫公园内底散步食草，也真做象征起的宠物。13万求得来这只牛，会当互里面小朋友带囡仔来遮饲食牧草。啊，我若伫遮的时阵，我嘛会当协助咱的里民伫遮体验看牛的感觉。花花个叫做特色公园，里长陈清怡讲，这公园已经是近代成立第6个社区公园，透过社区平台协作，各家己设计工作时间，即卖也做社区新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社会是愈来愈高龄化，嘛有愈来愈侪学校开长照的相关科系。伫云林县的义丰高中，去年嘛有开照顾服务科，而且还有甲照顾老大人的华山基金会来合作，或者学生来学习，也有陪伴社区的社会人。阿公阿嬷对学生咧做体操活动筋骨，也个做伙来变手艺，正心息。一群少年家拢是义丰高中照顾服务科的学生。学校甲华山基金会合作，让学生有机会实际来为阿公阿嬷服务。阿公阿嬷都很热情，就是希望下次还有更多这种活动，更喜欢跟阿公阿嬷互动。以后有更多这种活动，会更想参加。云林县的义丰高中真积极在做社会公益，除了会带学生做往来所，送予社福机构提起义卖募款。即马学校嘛，予新设立的照顾服务科来陪伴独居的老大人。今年除了餐饮科，我们做了100盒凤梨酥，协助华山基金会义卖之外，
照顾服务科的学生呢，在去年刚来学校1个学期，那今天呢算是一个成果验收。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服务呢，能够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我们林内的长辈。华山基金会透过和师生合作，希望带领愈侪人来投入长照服务，为社区带来少年人的活力，让阿公阿嬷搁再展出笑容，袂孤单。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几年有真侪负责人，伫生产了后，会请月嫂啊去厝里，家斗做月内，甲照顾红儿啊。这个方式甚至是比去做月内中心更较方便。这种方式即嘛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因为需求有增加，甚至嘛出现月嫂的训练中心，加上薪水袂歹，即嘛是成袂少学历悬的女性来做这个工作。胸外侧往对侧的肩上方滑去，全方位的安抚。穿粉蓝色制服的女学员，伫教学台两边徛几排，专心听老师教，有安怎照顾幼儿。上海这间教育中心的学员来自中国各地。因的目标是变做合格艺术。等大大下降之后呢，那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可能要求就更高了。然后我们现在呢，也就是对我们所挑选的这些基础的护理人员要求也在提高。对老师带动唱，依照无同年纪的囡仔有无同的请养方式。即马艺术爱晓的代志是愈来愈多，除了顾囡仔以外，也爱拖大骹切窗仔门拼厝内。真侪中国少年翁仔某无闲工作，顾唔捌过幼儿，拢爱靠艺术斗相共。亲像住伫咧上海康先生，就开台票40万，请一位艺术半年，要讲一个月开3万台票，请年母跟伊爸母做阵斗顾孙。父母呢逐渐的年龄大一点啊，然后孩子调皮啊，跑得快，有的时候跟不上。甚至来讲，我们房子呢是这个多层的，来回上下楼啊，收拾卫生都很不方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到后期照顾孩子请保姆的原因。因为艺术需求愈来愈多，台湾也袂歹，起因真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做艺术，不过艺术兴起的时阵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中国伫咧全世界饲囡仔成本是排伫咧前大班，好遐的人开大钱请囡仔。因若一般的家庭厝内4大人，若愿意斗相共顾囡仔，就已经是上大的福气。公司新闻牛燕编辑。即马网络串流媒体是愈来愈发达，有一出美国的戏剧《艾米丽伫巴黎》，即马是抢甲来袂调。巴黎有一个吊刑大厅，即马因为这出戏正做戏迷小镇来加大的所在，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美国的电视剧《艾米丽伫巴黎》也无伫咧 Netflix 上架进前，巴黎第5区的吊刑矿场是一个正普通的小型社区。来自附近万圣殿的观光客，为啥会挖入去这个三角形矿场？不过，伫咧莉莉·柯林斯所演的美国查某囡仔艾米丽，走从巴黎市场圈5花10色、浪漫国心碎剧情的发展，吊刑矿场煞变做市中的艾米丽剧迷一定要来的所在。Yes, my first stop. Why? Because I love Emily in Paris, and Emily in Paris is so my big fan, and that's why I come to Paris. 剧迷也会专工去艾米丽正爱早餐店，食拍脆脆、无人味正重的巧克力可颂，让这间店生意变袂歹。Ce sont pas des gens qui vont déranger dans le quotidien, c'est juste la masse de gens qui, à un moment, effectivement, juste devient impressionnante. Et au niveau des nuisances, il n'y en a pas véritablement, si ce n'est qu'effectivement, on est devenu un quartier ultra touristique alors que c'était une petite place encore un peu préservée par le tourisme. 艾米丽伫巴黎第3季伫咧去年年底已经结束，第4季正伫咧翕，当时的上架也唔知。来自克罗埃西亚伫贝雷摩瓦挂乌林目镜，穿拿白条纹衫、牛仔裤，经典巴黎风格女戏迷就正期待新剧情。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for a new season because then I will look at it differently because I was here and on the same spots where she's filming tha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6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